大家好，之前同大家分享過點樣帶魚魚由香港去日本，今次就調翻轉，由日本帶狗狗返香港又點做呢？今日我就整理咗個實測攻略，無論你係移民回流定係帶狗狗去旅行回港，希望呢條片都幫到你。首先拆解幾個大家最擔心嘅問題。第一，難唔難搞？其實唔算好難，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由日本返香港係一定要行申報貨運 Manifested Cargo， 同出發去日本嗰陣行以行李託運係完全兩回事。第二，要唔要隔離？好消息係，根據漁護署分類，日本屬於第一類國家 Group 1，只要文件齊全，落地即走，係零隔離㗎。至於語言方面，香港漁護署文件有中英文，而日本 AQS 同航空公司主要用英文 email 溝通就 OK 啦。講到要求，有4點大家一定要記住。第一，申請特別許可證，大家可以去貿易單一窗口網上申領 AF240 特別許可證。第二，狗狗要以 cargo 形式上機，狗狗必須存放喺飛機貨倉，要有貨運提單 Airway Bill。記住，第一類國家嘅狗狗係絕對唔可以行李寄艙㗎。第三，健康證明書，呢份 Form B-CDC 一需要日本私人獸醫以及 AQS 官員簽名填寫。第四，180日居留守則，狗狗喺出口前，必須喺日本連續住夠180日，或者係由香港直接進口之後嘅整段期間。我喺度都分享一下我當時成個時間表，呢份係我實測過行得通嘅方案，唔知啱唔啱大家用，我都留喺度俾大家參考下。講到物流，我今次係訂咗 ANA 嘅 NH811，雖然我同魚魚係坐同一班機，但 check in 同接機地點係完全唔同。日本嗰邊要由 Cargo Agent 幫手聯絡航空公司，因為 ANA 係唔接受個人申請嘅。費用方面，大約係22萬日元左右，視乎當時嘅油價同狗狗 size 而定。AQS 檢查方面，大家記住聯絡嘅係對應機場。今次我哋要去動物檢疫所成田之所貨物檢查科，唔係成田第一或者第二客運大樓啊。而填寫健康證明書流程係，申請人先填 Part A， 獸醫填 Part B， 最後 AQS 官員檢查完晶片就會填 Part C 同為 Part B 加簽。而居留證明，官員會喺出口證明 Export Certificate 嘅 Remark 位置清楚標明。完成檢查後，記得將所有文件副本先電郵俾香港漁護署機場辦公室做預先核實，確保萬無一失。以下係我哋當時嘅文件清單，大家可以參考下。特別想提一提機長誓章 Captain's Affidavit， 當時我哋係要求 Cargo Agent 轉交航空公司，抵港之後，航空公司會經由貨運 Counter 轉交翻俾我哋。嚟到出發當日我哋坐傍晚6點半機，但貨運公司要求我哋下晝1點就要去到 Cargo Terminal 交低狗狗，所以如果你都係由東京出發去成田，我會推薦大家去離機場15分鐘車程嘅走走井 PA 休息站，嗰度有大草地同公園，俾魚魚做最後放電同去廁所，我哋亦可以食飽先出發。到咗香港之後，拎完行李我哋直接去國泰貨運站，跟指示去漁護署辦事處做最後檢查。見返魚魚嗰一刻，真係鬆晒一口氣。帶狗狗返香港雖然手續繁複少少，但只要跟足流程，其實係好順利嘅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，祝你同狗狗旅程愉快。其實仲有其他事，例如狗籠、book車，嗰啲就長講了。如果有需要，歡迎留言或者 PM 問我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拜拜。